华视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，50岁以上的民众，每2个都有一个有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。唔是年纪大才会带着这种的退化，若是体重伤重、有风湿病，或者是工课较粗重，或者是运动员，拢有可能是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。有真侪人拢想讲，要来保护关节，就要减少运动。医生讲，这是错误的观念。这个适当正确的运动，也佮有逐工甲关节来甲捂烧，拢会当来保护关节。落楼梯拢会痛。真侪老大人拢会像安尼爬楼梯，爬甲真正力。皮喘。嘛是安尼皮喘，走路嘛变甲慢慢啊，甚至扶落去嘛徛袂起来，就因为退化性关节炎。膝软骨上它会慢慢的退化变薄，然后加上韧带也会慢慢退化，一并的影响到膝关节的健康。骹头关节一动活动100万次，每个人以为讲退化性关节炎只有年纪大才会发生，不过其实若大块风湿病、工作粗重的运动员，都有可能是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。福建科医师就示范几个有帮助的运动。一直以来，骨盆都是一个正中的位置，小腿慢慢的伸直到顶，脚板是要勾起来的哦，停留大概5到10秒左右，然后再慢慢的放下来。这样的动作连续做15下，那我们可以抱膝，让你的膝关节靠近你的胸口，维持大概5到10秒。除了正确适当的运动，维持理想的体重，咱经常搬运或者是挂相重的物件，每工爱有需好好保护甲保养，安尼才会当减缓关节的退化。